咁田趙鵬會唔會係最後一個竹棚？哎呀，問得好！咁田打照這個全球最大臨時竹棚嗎？是不是最後一個？這問題問到了點子上，答案就是可能不是。但彭公們可是驚足了，這事兒就像是武俠片裏的正邪對決，只不過主角變成了傳統竹棚大俠 vs 鋁合金棚未來戰士。現況就是竹棚大俠錦田這座竹棚威風凜凜，剛拿了世界之最，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驕傲。彭公們紮棚的功力是祖傳秘方，有型夠彈性，還很有人情味。因為全靠手工紮，大家都不想他退休。鋁棚戰士，但世事往往不盡如人意。現在政府和安全大佬們老是皺眉頭，說竹棚太傳統，難標準化，覺得鋁合金棚才夠硬淨，夠高科技，就像逼住老師傅學用電腦一樣。棚工的煩惱，每次搭完一個竹棚，棚工們心裏都在嘀咕，下次會不會就沒我們的事了？這種感覺就像是看住自己的拿手好菜要被微波爐快餐取代一樣無奈。未來展望嘛，就是一場羅生門。有人說竹棚肯定會被取代啦，未來都是鐵甲金剛的世界。也有人說不可能，香港人最愛懷舊，沒有竹棚就沒有年味，沒有地道文化，所以咁田趙鵬會不會是最後一個？現在還真沒個總信，他現在就像個瀕臨絕種的明星，大家都在努力幫他爭取續約。結論就是，只要香港人還願意看見這片竹海，願意支持這門手藝，竹棚大俠就不會輕易退隱江湖。不過棚工們可能要隨時準備好，必要時跟鋁合金戰士來一場棚架界的比武招親了。哎呀！你問古代中國人點解要去南方，甚至去到香港錦田？你以為佢哋係為咗睇維港夜景，定係食米芝蓮？梗係唔係啦，個原因好實際，我哋可以好口語、好鬼馬咁講。第一，為咗避難，即係走難。中原北方嗰邊成日打仗，戰亂頻繁，皇帝又輪流轉。今日你做皇帝，聽日我做土匪，啲百姓都好慘，下下要爭包袱走佬。北方太亂。如果繼續留喺北方，分分鐘你啲屋企就變咗人哋嘅戰場，性命堪虞。南方好山好水，佢哋心諗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燒。聽聞南方山高皇帝遠，天氣又暖粒粒，又有魚有米，仲唔係世外桃源，所以啲人就一窩蜂咁向南走，好似年度旅行團咁，只係呢個團冇回程票。第二，為咗揾食，即係揾兩餐。北方土地打仗打到爛晒，耕都耕唔到。南方未開發咁多，地大物博，當時嚟講，氣候又啱種嘢。去到香港新界嘅錦田嗰啲地方，有平原又有水源，簡直係耕田嘅天堂。點解特別去到香港錦田？其實古代人去錦田都係因為錦田嗰度夠隱蔽，地理優勢。錦田背山面海，有個錦田河做水源，又可以出海捕魚，生活基本所需齊晒，最足宜居，夠安全。你睇下錦田啲圍村，好似吉慶圍咁，起晒城牆同護城河噶。呢啲唔係起嚟靚噶，係起嚟防土匪、防海盜，甚至防官兵噶。大家族聚埋一齊，人多勢眾，有咩事可以關門落閘，自成一國。總結嚟講，古代人落南方同嚟錦田得兩個字：保命同揾食。佢哋唔係嚟享受噶，係嚟搏命噶。用現代話嚟講，就係一個超大型嘅移民潮，為咗生存揾個安樂窩啫。假如下上周秦漢唐元明清的古人們突然時光穿越，來到2025年的香港錦田打醮現場，看到那個全球最大臨時竹構祭壇和熱鬧的神功戲，他們的反應保證會是：哇，神啊！這是那路神仙下凡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們的文化衝擊。下上周的古人估計會嚇到腿軟，以為自己誤闖了神仙居所。他們會指住巨型竹棚說：這是魯班顯靈了嗎？竟然不用半點釘子就能搭這麼高。我們那會兒祭祀頂多就個小祭台，
這裏規模大到可以祭天了吧？然後可能會對神功戲的鑼鼓聲和燈光感到敬畏，覺得是天神發怒或顯聖的異象。秦漢的官員，他們可能會比較淡定，表面上，但心裏肯定波濤洶湧。他們會觀察這個壇的結構，驚嘆這竹棚搭建技術的精湛。畢竟秦漢時期也有棚閣雛形，但看到觀眾人手一部會發光的小方塊手機在拍照，他們可能會以為是某種記錄天象的法器，然後感嘆此等機技淫巧，秦始皇看了都得流淚。隋唐元明清的雅史，這些相對現代的古人，文化底蘊深厚，應該能認出這是祭祀活動和戲曲表演，但他們會被以下幾點震驚到：部戲棚的巨無霸體型，他們看慣了宋代的瓦石勾欄或明清的木器台，咁填這個幾層樓高的巨型竹棚，肯定會讓他們目瞪口呆，感嘆這哪裏是戲台，這分明是做皇宮啊！奧電力驅動的神功戲，神功戲的演員化妝服飾，他們可能熟悉，但當 LED 屏幕亮起，聚光燈打下來，音響系統咣一聲響起時，他們會徹底傻眼。他們可能會以為舞台上的神仙真的顯靈了，驚呼這些仙音不用絲竹樂器就能奏出，一定是用了什麼妖法。人神共拗的嘉年華，他們可能會看到美食嘉年華的攤位，人們邊吃邊看戲，氣氛歡樂得像趕集。他們可能會感嘆現代人敬神的方式真是既隆重又接地氣，甚至有點像過年熱鬧的集市。總結來說，古代人來到2025年的錦田打醮，估計會覺得香港是個魔幻地方，傳統的祭祀活動竟然能搞得這麼科幻，這麼熱鬧，簡直是天人共樂的極致表現。他們可能會想，如果我們那時有這技術，皇帝肯定天天打醮。哎呀，講起香港新界呢3個地方，廈村、錦田同屏山，真係好似三兄弟咁，有啲似樣又有啲唔同。我哋可以好鬼馬咁講下相同之處。老鄉，3個都係古董級別，佢哋3個都唔係尋日先出現㗎，全部都係歷史悠久嘅圍村，有幾百年歷史，就好似3個老朋友，都經歷過好多風風雨雨咁。都係有錢大戶，呢3個地方都出名多有錢有勢嘅大家族。廈村係鄧氏，錦田係鄧氏，屏山都係鄧氏，冇錯，全部都係姓鄧，所以佢哋個個都起得起圍村。宗祠證明以前都係地主級人馬，米多過米。3都中意打醮同點燈，每隔幾年，通常係10年，呢3個地方都會搞盛大嘅太平清醮，酬神祈福，個個都好緊張自己村嘅祭祀活動，好熱鬧㗎。生咗男僧又要點燈，宗祠文化超濃郁。4都有圍牆保護，以前治安唔好，有海盜有土匪，所以佢哋起嘅村都係有圍牆，有護城河，好似個小城堡咁，真係關門落閘，自成一國。不同之處，性格同行頭唔同。屏山文化大師，屏山嘅鄧氏好注重讀書同考科舉，出過好多狀元同官員。佢哋有條好出名嘅文物徑，行一轉可以睇晒香港最多最齊嘅古，好似聚星樓，香港現存唯一古塔咁。點睇？屏山就好似個讀書人，住長衫，斯斯文文，周圍都係書卷味。錦田富甲一方嘅大地主，錦田以前係新界最重要嘅市集之一，做生意好叻，真係富甲一方。佢哋嗰條吉慶圍好出名，條圍牆好高，仲有條護城河圍住。錦田好似個精明嘅生意佬，講金唔講心，開玩笑最實際。仲有佢哋以前有過啲勁嘅武器，好似叫大炮咁，用嚟保衛家園。3廈村，低調嘅貴族，廈村都係鄧氏，都好富貴，但感覺上冇屏山同錦田咁頭露面。佢哋嘅洋行衛同錦田書室都好靚，好有特色。廈村就好似個低調嘅隱形富豪，平時唔出聲，但其實好有實力。住嘅地方比較隱蔽啲，
冇另外兩個咁近主要幹事。總結嚟講，平山愛讀書嘅學霸，錦田醒目仔生意佬，下川低調嘅隱形富豪，大家各有各精彩，但血脈相連。哎呀，講到神功戲最後一日點解叫殺科呢個名真係有啲搞鬼，你可以咁樣理解，想象一下啲演員喺後台化晒妝，跳足咁多日大神，個個都攰到就嚟剎停咁滯，剎就好似急剎車個剎字，意思係夠啦，停啦，唔演啦，科就係嗰一科表演，嗰一科功課嘅意思。神功戲最後一日就係大家齊齊大大聲話我哋做完呢科啦，收工放飯，就好似學生考完最後一科試，終於可以鬆一口氣，準備殺晒啲氣力去玩咁解。所以殺科其實就係一個好有儀式感又帶點終於解脫嘅幽默叫法嚟㗎。大家做完場大龍鳳可以休息啦。哎呀，既然都聊到2025年了，我們不如來個大的，直接預測一下100年後的錦田。100年後2125年 AR 全息超感官神功戲表演場地可能不再是實體竹棚，而是虛擬實景 VR 加擴增實景 AR 混搭的數位空間。未來場景猜想：一、嘥神仙下凡，現在神功戲是真人扮演；100年後，演員可能全部由 AI 人工智能機器人取代，這些 AI 神仙的演技絕對精湛，而且永遠不會忘時，不會罷工。玉皇大帝可能有最新的量子計算機核心驅動，說話還帶有還要立體聲，古人的反應，古代人看到肯定會嚇得跪地叩拜。我的天爺啊！這些神仙竟然是鐵皮做的，太神奇了。二、觀眾沉浸式體驗，看戲不再是坐住看，而是戴上特製的 VR 眼鏡。觀眾可以選擇第一人稱視覺，直接飛上舞台，跟住孫悟空一起打白骨精，或者親手去摸一下關公的鬍子。當然是虛擬的，古人的反應，他們會驚呼：我們竟然能跟神仙一起演戲，這是什麼神遊太虛的法術？三、氣味與觸覺特效，未來的神功戲絕對是五感全開。當舞台上的演員燒香時，觀眾的眼鏡會同步釋放出焚香的氣味；當神仙用法術噴火時，觀眾還能感受到一股熱浪。古人的反應，古人會徹底瘋掉。這火是假的，我怎麼覺得好熱？這一定是妖術！快叫道士來收了這個氣棚。四、即時互動影響劇情，可能觀眾的參與度非常高，通過投票或聲音控制，可以稍微影響劇情的走向。比如決定包公這次要不要特赦某個犯人，變成一個互動式的神功戲。總結：100年後的錦田神功戲將會是一場融合了未來科技、傳統文化的超級魔幻大戲。它保留了敬神酬神的精神，但形式上已經進化到讓現代人都難以想像的地步。到那時候，我們可能都會感嘆，還是老祖宗厲害，幾千年前就想到要人神共樂，只是沒想到後代子孫玩得這麼瘋狂。香港錦田下村打醮，村民人數不足夠去舞獅舞龍，怎麼辦？哎呀，你這個問題問得太實際，太搞笑了。香港錦田下村打醮遇到村民人數不夠舞獅舞龍這個尷尬情況，簡直就是傳統節慶界的茶飯不思。緊急啟動外援指召令，這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，就像打仗時緊急徵兵一樣。方案 A： 傭兵模式，請專業團隊直接從外面請專業的舞獅舞龍隊伍來代打，村民可以跟他們說：兄弟們，我們出錢，你們出力，演得像自己村裏人一樣就行。唯一的缺點可能是專業團隊的龍獅可能舞得太標準、太專業，少了點村民舞獅那種隨性和激情。方案 B： 街坊鄰里模式，隔壁村借人去隔壁村，比如八鄉、元朗市中心借人，大家都是新界圍村人，好說話，可以打電話過去說：大佬啊，今晚我家開席，人手不夠，借幾個精壯小伙子過來舞個龍，回頭請你們喝兩杯。
想聽紫釵記，坐穩啊！等我用現代廣東話口語同你速讀呢個唐朝爆紅嘅愛情故事。呢套嘢簡直係窮書生遇上富家千金，遇住個有權有勢嘅高官想破壞嘅大龍鳳。第一幕，元宵節執到嘢。話說有個唐朝窮文青叫李益，元宵節去行花燈，點知喺街道執到一支紫玉硯釵，失主係邊個？就係當時嘅女神級人物霍小玉。李益唔止冇攞去當，仲趁機認識霍小玉，兩人一見鍾情，即晚就決定互許終身。李益仲寫埋血書話：我呢世淨係愛你一個。第二幕，高官破壞姻緣，李益之後考到狀元，以為可以平步青雲啦。點知俾個權臣盧太尉睇中，盧太尉個女睇中咗李益，盧太尉心諗我個女要嘅嘢邊有得輸，於是佢就出陰招，先將李益調去邊疆出差3年，等佢返唔到屋企，封鎖消息，等霍小玉以為李益失咗蹤，窮到要買咗支紫釵嚟買藥食。盧太尉買咗支釵，仲同李益講：你老婆嫁咗人啦，支釵都買埋，你死咗條心啦。第三幕，黃三客神助攻，李益返到長安，俾盧太尉留喺府入面逼婚。霍小玉喺外面喊到好傷心，以為李益變咗負心漢。呢個時候最重要嘅角色出現啦，黃三客即係當時嘅有錢有勢嘅人，其實係四王爺。佢聽完個故事，覺得盧太尉太過分，於是安排李益去見霍小玉，即係經典嘅劍河叉園。李益見返小玉，發覺原來係一場誤會，兩個人相擁而泣，結局大團圓，奸角被制服。最後黃三客出面表明自己王爺身份，制止盧太尉。李益同霍小玉終於可以正式一齊，支紫釵重新合埋 ，Happily Ever After。如果你想睇經典嗰種紫釵記咿咿呀呀嘅唱腔先係靈魂。